身上嚟真係激氣㗎！神哥喺香港住咗幾十年㗎啦嘛，哇！有一次喺旅遊區嘅藥房買嘢，竟然我都會踩雷㗎喎！喂，唔係我怪抹黑香港啊，有啲藥房你真係唔好太過分咯！人人都以為香港冇假貨賣，係香港賣假貨咧，處罰非常嚴厲。但係山寨嘢你又吹佢唔漲嘅喎，兩個類似嘅包裝，有時我都分唔清啊！唔好話唔係成日嚟嘅遊客啦。尤其是喺旅遊區嘅小藥店啊，做一次性嘅生意，佢坑咗你，你都冇佢符㗎。所以神哥再三強調，認標啊！嗱，紅當當嘅有 R 叉標，就係代表住有註冊藥劑師喺裏邊服務；綠色牌嘅叫做正牌，代表住參加咗正版正貨計劃；仲有一個叫做優字牌，就係香港旅遊局頒發㗎。嗱，碰到呢啲店你就要小心啦。仲有啲更過分㗎，直接寫住免稅藥店。嗱，香港除咗煙同埋酒，其他買嘢都係免稅㗎啦，寫呢個有咩意思啊？嚟香港旅遊區買藥，直接去萬寧屈臣氏呢啲地方買，咁先至買得安心㗎嘛。喂，我奉勸下嗰啲咧劏客小藥房啊，你唔好咁多套路，多啲真誠，咁先冚撈㗎嘛。